换来看国民党伫新北市的立委候选人，早起是做伙徛出来，指控民进党用假民调抹黑骗选票。伊嘛呼吁着国民党中央爱成立掠鬼大队，把遐企图要影响选举的民调，甲开出来。现在要抓网军，打抹黑。 唾骂民进党用假民调来骗选票，国民党新北市立委候选人共同站出来，点名抓出民进党的网军大队。有非常多的候选人现在利用法律的灰色地带、模糊边缘，散播所谓的假民调。杨慧如们在板桥已经被我抓到了，但是还有其他很多的杨慧如们。 讲是掌握着对手操弄选票的证据，也个点名民进党立委候选人赖品如、洪慈庸、卢孙玲，拢讲家己的民调逼近，甚至是超前那亚候选人，引用无来源的民调，恐惊触发。但是民进党嘛回击国民党的质疑。国民党如果自己有做民调，我们希望国民党可以公布他们做的民调，不要自己不喜欢这个民调的结果，就污蔑所有做民调这些机构的专业。 国民党呼吁党中央抓出令人一丝五控网军大队，但是民调结果到底有几分的可信度，选民心中自有定见。拒绝假民调，变成假票。